再来看台中的大家，昨有一个休克伫厝里的大学生，亲像互妈妈虐待死亡。今仔早起，检方嘛甲法医去破腹验尸。本案的爸爸甲姐姐出面是拢无讲话，这个妈妈已经互抓起来羁押禁见。这个爸爸早起嘛对证人改了被告，进行了是以10万块交保。 检察官甲法医日来到台中宗德殡仪馆的法医商验解剖中心，厘清死者的死因。台中市地甲区岩门路一个集合式的主体，传出一位20岁姓陈的休学女大学生伫厝内死日济天，一直到2月，姓陈的老爸到派出所报案，才发现这件代志。附近的厝边拢在讨论。他们家庭还好，就是互动还好。听说是好几天，就是离开好几天啦。 然后今天那个爸爸妈妈才报案这样子。你们受到控制，你知情吗？死者老爸甲阿姊到殡仪馆拢无讲话，警方表示死者是厝内第2个查囝。老爸伫工厂上班，50岁细点的老母是家务管理。监视人员到场发现死者遗体散居落叶，家属强调查囝甲家己锁伫房间内底，但是专案小组认为死者遗体无明显的外伤，看起来营养不良，而且做伙住伫厝内刷洗真济天，才发现这项一般情形无同，报请台中地检肃正办。 称其次女于家中卧房内死亡，本分局鉴识人员立即到场勘验，发现死者大体相当枯瘦，已明显死亡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。现场经询问相关人证后，仍有诸多疑点尚待厘清。全案目前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。 检方表示，透过现场的证据、甲情形、有讯问相关的证据了后，认定死者的老母涉嫌犯刑法拘禁致死罪，嫌疑重大，是上轻5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。事后当庭给抓起来，向台中地方法院申禁戒核准。认定死者母亲詹姓被告涉犯刑法第302条第2项前段拘禁致死罪，嫌疑重大，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，且有逃亡、灭证、勾串证人之余。 已于昨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台中市社会局强调，死者甲因老爸老母是拢无身心障碍甲相关的法律身份，也无成人保护通报记录，市府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甲侦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